过来看海军海虎唱水艦3个官兵失踪到今已经是第8天啊，救援是找袂到人。这2天小琉球的渔民、交通巡业者嘛，拢总有出动斗3天去找。最新的消息，海军表示，昨下晡有伫附近找到第2领救生衫，会继续来敲找，未放弃任何希望。 交通巡人员斟酌注意海面，看港有疑似落海人员的踪影。海虎掺水人疑发生落海事故，其中3个人失踪到即马还未找到。同事亲友伫网络拜托大家斗找。岩流线交通船200透早来往小琉球的时阵，嘛加强查看海面的状况。事件发生以后，我们立刻就已经通令我们所属的所有船员，在载客航行期间，请加强瞭望。如果 现场有发现任何的蛛丝马迹，一定要立即通报。毋拿交通船，小琉球当地民众嘛拢动起来，出动空中摄影机伫南平海珠口港口沿岸来回查看。唱水教练带团唱水的时阵，嘛一边注意水下的状况，就希望会使传出好消息。广发消息告知岛上的潜水业者，然后如有到附近潜水，共同搜寻。 民间热心斗找，虽然已经过了黄金救援时间，国军海巡嘛继续搜查。自23伫小琉球南方海域发现落海人员的救生衣了后，27下晡伫港海域阁找到第2领救生衣。海军田单军舰于小琉球南方海域寻获红色充气式救生衣一件，初步判定为海虎军舰部位团体装备，为无发现落海人员。 南指部强调，会继续派专职单位搜救，伫附近海域演训的任务机、军舰、甲海巡等单位嘛会协助找人。官方民间做伙拍拼，无放弃任何找到落海人员的机会。记者陈焕武、柯正俊，屏东报道。